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总统大选一个结束，社群媒体都流传着几啊支的影片，暗指这个中选会来做票。中选会今仔日开记者会，严正来驳回，讲民主选举绝对无可能做票。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更加是定胸坎来挂保证，讲这个法院若认定选务机关有做票，伊实质来负责。 有违法舞弊作票的情形存在，我中选会主委李进勇、副主委陈朝健立刻辞职下台。讲若做票对实质以示负责，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带副主委开记者会，就是针对网络传讲有做票的影片甲言论，表达伊的立场。 有些影片是经过剪辑，有些影片看起来是真的，但是他在影片中是混唱了区域立委的一个票数的声音，在文字的一个标题上，他却标注成未将总统的一个选票劣迹。像这段开票影片，话是1号高文天，也过画伫赖清德之家，中选会讲，这个影片有2个所在有剪接过。 部分投开票所开票时，可能作业无遐完美，也过绝对唔是做票。纵使有极少数的这个投开票所选入人员未依规定程序来处理，那被放大成作票。另外，比这个公开选票的动作无确实恐惊，甲翕的角度有关系。有网红这个投票箱有唱票，中选会是安尼解说。那为了方便。 大家来公开检视传统票轨跟纸票轨，我们在投票前会让公众来检视票轨。你要造成会影响选举的结果，大概我觉得合理估计啊，大概至少要控制1/3的这个投开票所。YouTube 挂字就讲，想要做票无遐简单，选务人员有20万，只要有1个人压了就逼啊！再加上开票的现场，拢有3档的监察人员伫现场的监督。 中选会一直回应做票指控，都希望讲这个风波到这为止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